頭先聽到答案有講而家做嘅嘢咧行之有效，不過咧絕對咧就唔友好啦。主席，其實咧而家政府喺供養長輩嘅時候咧就承認子女們嘅共同貢獻，但係喺撫養子女嘅時候咧就否定咗雙方嘅共同貢獻啦。香港咧有近70%嘅雙職家庭咧，社會咧都大力咁樣鼓勵咧要兩公婆拍住上養育下一代，唯獨是而家交稅咧就兩個只能留一個。嗱，睇埋回應咧，原來要分居或者離咗婚咧先有得計呢個公平㗎。咁似乎咧政府睇唔到收入較低嘅一方咧對呢個家庭咧都係有付出嘅呢一個事實。而家政策講一套，稅制就做一套。咁請問咧，政府當局咧有冇諗住去改善呢一個明顯嘅制度雙標呢？而家唔係叫你要符合晒所有家庭嘅需要，係要你俾多少少彈性，俾多一條路大家行，係咪真係咁難呢？如果係要允許呢一個納稅人同埋嗰個配偶係咪可以去分開就唔同嘅子女去做申索？咁我哋係會要檢視係咪改變呢一個現行子女免稅額嗰個申索安排時呢？其實我哋需要考慮改變嘅政策目的同埋受惠人數，以及咧其他嘅納稅人會唔會因此咧係需要提供更多額外嘅資料？咁正如頭先我一開始講過啦，我哋會繼續不時檢視各項嘅免稅額嘅申索嘅安排同埋水平，並會因應受惠人數、政府嘅財政狀況同埋行政效率去考慮嘅。